健康中國，時代所向，民生福祉，產業擔當。喺大健康產業蓬勃發展嘅浪潮中，廣東萬丹通健康產業集團順應國家戰略，守護全民健康，以傳承千年藥食同源智慧，融合現代生物科技，以非藥物療法為核心，為國民健康護航。我哋始終堅守讓亞健康人群少花錢、少走彎路嘅經營理念，以專業、高效、貼心嘅服務贏得市場廣泛信賴。多年精研，萬丹通凝取全世秘方，開創全民健康管理新路徑。集團核心產品萬丹通能量複合肽，採用國際領先萃取工藝，將花生肽、玉米多肽、苦瓜肽同10幾種藥食同源成分精妙糅合，等傳統養生同現代科技完美相融。品牌首創心態合一換食療法，由根源打破亞健康循環，溫和滋養。以能量複合肽為核心，萬丹通打造全維度健康產品矩陣，人參皂苷肽、能量小子丹等產品覆蓋多重健康需求，協同增效。所有產品嚴選全球優質原料，執行國際嚴苛檢測標準，榮獲太平洋保險城堡、SGS 國際認證、STC 香港優質認證、美國 FDA 註冊認證等多項國際權威認可，以世界級品質守護全民健康。集團立足大灣區，總部設立喺香港，分佈全球化，並增設4大國際化標準生產線，分別坐落於中國香港、中國澳門、廣東肇慶、廣東廣州，以跨境聯動全球標準生產體系為產品品質築牢堅實根基。由產品研發到全球佈局，萬丹通步履不停。2021年打造中醫綜合診療中心，2022年風靡香港，並深受全球消費者嘅喜愛，以香港為支點，輻射全球。2023年賦能全國上千家加盟店，踐行健康中國全民養生戰略。2025年，萬丹通啟動集團化戰略升級，同廣州中醫藥大學科技成果轉化中心、廣東數字健康研究院及數十位資深中醫專家強聯手，運用 AI 中醫大腦實現辨證智能化等健康方案更科學精準，立志讓中國中醫走向世界，成為享譽全球嘅民族健康品牌。歲月更迭，初心如磐，萬丹通以中醫之智融現代之技，以國際標準、全球視野、優質產品同專業服務，傳遞科學養生理念，守護每一份健康期許，與萬千家庭同行，與健康相伴，共赴美好未來。